关心大师大查某骹球队抽血换学分一案，检方上紧拜一对约谈教练周大英。若骹球协会拜三嘛要开纪律委员会，可能会注销周大英教练的资格。有学者就认为，人为这件代志会当看到学术体系和运动领域这基本人权的认知是真欠缺。台师大女骹球队抽血换学分的风波咧滚价，学校19开记者会，校长是带头鞠躬会室内，对无同意书收取经费事后发放这证据。计划主持人陈中庆承认第一年做计划主持人出国无伫台湾，这伫事后互受试者签署同意书。不可思议啊！远远不是只是研究伦理，更严重的是它是违反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参加了几个计划，抽了多少血？这件事情上面，到目前为止，即便昨天的那个记者会，我觉得都没有厘清。学者是认为，宪法法庭过去判决都算是检警机关伫个侦办毒品案件时阵，对极度嫌疑人用作抽血检验，也已经互大法官认定违宪。台师大女骹球队的案件显示，学术体系甲运动训练领域对基本人权保障的法律认知明显不够。或者说他能够了解他这个是基本人权，他就不大可能会在还没有让对方同意跟知悉抽血之后的用途，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开始做了，那是蛮离谱。经过了解，检调已经锁定周大英研究主持人陈中庆教授等相关人员，相信自一开始陆续约谈，检方也传唤今期省顶女骹球队受害者组成公布调查清楚抽血过程当中，疑似有非医术人员抽血违反医术法定的代志。事件后续追究会由教育部主席、卫福部会参加专案小组协助调查甲法规的解说。因为现在并不是非常确定到底是有几个研究，时间到底是多长，这中间的 IRB 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人体试验伦理跟学生这边的知情同意的状况到底是如何，这个教育部已经在启动调查，那我们这边会来协助跟配合。除了检方动作以外，骹球协会进行接到体育司法函了后，按算7月23开纪律委员会，依照特定体育团体建立运动教练资格检定甲管理办法，周大英向前被注销教练证，而且重新免过申请教练资格检定。记者综合报道。